帶嚟12個精彩嘅表演節目，佢哋包括東華三院幼稚園聯校、東華三院周衍森小學、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、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、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、東華三院黃士森小學、廣州惠明學校、東華三院黃鳳亭中學、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、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武術隊、東華三院吳長春紀念中學、以及台下嘅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樂團。冇吝嗇大家嘅掌聲，請你哋再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咁多位嘅表演同學。同時亦都多謝咁多位嚟臨去觀賞我哋今次嘅表演。祝大家喺新嘅一年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。我哋首先恭請嘉賓退席。咁，其餘嘉賓咧同埋觀眾咧，我哋都可以先就座啊。咁啊，各位觀眾咧亦都請緊記咧，將嗰個手環咧就可以擺翻喺座位啊。好啦，以下咧就係一啲解散嘅安排。請所有表演嘅學生家長咧，請大家咧喺大堂嘅 LED wall 咧接回大家嘅小朋友。